我自己的婚姻观是，它就是一个人生的选项。好多人好像都会误会我是不婚主义或崇尚不婚主义，但是我倒没有没有想过冻卵什么的那些。30几岁的时候，大概35岁吧，但是冻卵毕竟不是一个便宜的事情，对，所以就现在也还不在我的考虑计划里面。更年期啊！怎么可能？现在看起来身体状况那么好，那么年轻。陈嘉玲这个角色刚好是在我的这个年纪，她踩进一个给我很大帮助的一个点。你不会想到，就是40岁，然后可以演一个讲40岁女人的故事。有计划生小孩吗？顺其自然，反正还有时间。你没有时间了。我接下来脾气会越来越差，半夜会流汗，皮肤会越来越粗，声音会越来越低。你们有看到的那个预告的部分，就关于比方说女生到了一个年纪之后要面对的那个生理期要来不来，然后会有一些盗汗什么的状况。就我现在还没到，但其实我跟艺文也已经开始在讨论，就是关于就是生理期他准备有没有要停，或者是他时间已经慢慢的减缓这件事情。就我刚好跟陈嘉玲就是遇到了戏里面戏外还是有一些有重叠而且有共鸣的地方。所以拍完会对生小孩开始有个规划或者是想法吗？还是不会啊？就是这个事情也不是说哦，你现在要就要，然后有就有，没有啊就是没有。女生的身体还蛮有趣的，就是在20几岁的时候，曾经有看到小朋友觉得啊好可爱哟，让你看起来很像小天使。但是当他们嚎啕大哭之后，然后你没有办法安抚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先不要，反正生理期还是有来啊，所以他还没有那么赶啊，对啊，还是把工作摆在优先吧，这样子还是先存钱比较重要。没有想过冻卵什么的那些。30几岁的时候，大概35岁吧，那个就是最关键，人家都说你会开始感觉到体力往下走，那个时候有认真想过。然后身边也有一些女生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但是冻卵毕竟不是一个便宜的事情，对，所以就现在也还不在我的考虑计划里面。求婚？你不想结啊？你记住我这句话，不婚不生是你现在最大的人生优势。跟婚姻很接近过嘛？可能被求婚啊，或者是曾经有这个计划过。我好像没有到就是很渴望结婚的时候。我从小就没有这个幻想，然后也没有遇到过说有人跟我求婚。到这个年纪也不觉得需要有这个求婚的这个过程吗？我自己的婚姻观是，它就是一个人生的选项。有一些人觉得他一定要结婚，然后有一些人觉得他不一定要结婚。目前为止，他好像还不会是我第一个觉得非得要去想说要或不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2个人相处啦，就是重点是在于有没有对未来有一个共识。只要达到了一个共识之后，要不要签那张纸，其实也是2个人的决定啊。所以尹萱姐有可能是不婚主义的吗？好多人好像都会误会我是不婚主义或崇尚不婚主义，但是我倒没有因为我觉得尤其这个世代，我觉得每一个女生你要确切的知道你人生要什么。别人在旁边讲什么你已经几岁了你已经怎么样了，那个真的都不是重点。因为你如果今天是为了焦虑，或者是爸妈说你一定要结婚，那未来你会遇到更多你没有想清楚的要面对的问题吗？重点就是你想要什么，自己确定要什么就好。
在家里，那你起码给他到位啊。我觉得他戏里面还蛮写实的，有提到就是人到了一个年纪相处的真实状况。我们也不完全是在追求那个粉红泡泡啦、情人节啦、纪念日啦、圣诞节啦，就是这些都不是40岁需要考量的。40岁是你们能不能一起生活，你们共同认知有没有在一起。那这个也变成了这一季，陈嘉玲跟那个蔡永生必须要面对的课题。你知道，就是也有点囧，就是对于就是亲密这件事情，比方说吵架的戏，我们两个在对词或什么，其实就都还 OK。但是就是两个摩羯座，你要在那边演浪漫戏，不是符合性格的。对恋爱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憧憬吗？就比方说看电影，然后自己去看戏，自己去看病，然后家里有什么需要换的灯泡啦，或者是哪个地方坏了，都是自己动手。就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说，旁边有一个人可以帮你做这件事情，好像还不错。但如果只是为了这个理由的话，好像有一点太瞎，就是对方存在你身边到底是为了要干嘛那样。有一些事情就没有一定要强求，可是假如老天愿意让他出现的时候，你也不会拒绝啦。谈恋爱还是很甜美的然后讲完就哭了。我买这间房子的时候，大家都在跟我笑。他啥卖关我的代志啊？我不是囡仔。会不会像就是戏里妈妈一样，就是也是会有相爱相杀的时候？会啊，那个年代的妈妈，尤其他们现在就是在家里面没事做，然后她能够知道我的讯息，又是从那个一些报道上面，然后有时候报道的下标比较严重一点，她就会非常非常紧张，怎么是生病了吗？然后为什么不讲？是没钱了吗？为什么不讲？那样子，你不要那么紧张，你不要那么焦虑那样子。但现在我就是会告诉自己说要多回应，就不管怎么样，他如果会担心，你就是尽量回应，或者是告诉他说你不要那么容易的焦虑。但我还是要告诉所有的爸妈，就是真的尽量一定要把小孩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如果他已经30岁了、40岁，你要相信他的人生他可以自己负责。送沙发哦！我的沙发，我的，一直买呢。我以前如果租房子，我非常在意厕所，就是如果厕所不干净，我上不了厕所，我没有办法大便。我现在40岁进入了之后，有另外一个我很在意的空间是厨房。我非常非常希望有一个开放式，然后有一个中岛的一个厨房，然后它不能是那种微波炉式的，它要是有明火的瓦斯炉。你现在有买房计划了吗？你要先有钱才能够有计划。那我现在是最近期的目标，我家最近对面在施工啦。那个房子是大，就是贵到你想都不用想，但因为它施工的声音非常的吵，所以我每天就告诉我自己说没关系，他在盖我买得起的房子，他在盖我要的房子，我相信我买得起那种。我现在就是用幻想的方式告诉我自己可以，然后另外一部分我也努力的在攒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我至今还没有就是户头里面有第一桶金过。所以这是我近期希望能够完成的一个目标。